麗言佳語之你的恩典夠我用。我發咗一個夢，喺夢裏面呢，我見到自己喺學校裏面讀書，行一啲嘅路，行到好辛苦，自己裏邊呢都覺得難受，但係都冇同學主動嚟幫我，咁我就繼續行，行下，忽然之間就有一位我認識嘅同學主動走過嚟扶我啦。嗰一刻我先至留意到，原來我自己喺不知不覺之間行進咗一條滿有沙石嘅路上面，路係好唔平坦嘅，行每一步呢都唔係咁平衡得到自己添。我嗰一刻忽然明白咗，過去行嘅路雖然我自己感到好難行，好辛苦，但係原來仍然係我能力範圍之內，主就冇使人嚟幫我，直至到行到某一個嘅地步，主就知道我係唔能夠做到啦，佢就使人嚟幫助我，扶持我。呢一個夢好深刻嘅讓我體會到，我嘅主原來一直都在，縱然我睇唔到，縱然我以為佢唔喺我身邊，縱然我以為佢冇聽我禱告，原來佢一路都喺度睇住我，看顧住我，喺我真正需要嘅時候，佢會及時間出手。原來好多時候，當我哋喺度抱怨緊，點解只有自己行喺呢條孤單嘅路上面，我哋甚至可能會埋怨主，點解你唔出手呢？原來主係睇到嘅，只不過佢容許我哋一個人，因為佢知道我哋係有能力可以經過得到。我雖然身體上行動有限制，但係我卻能夠好自由、勇敢、剛強去走每一步，縱然唔知道前面嘅路係如何，因為我知道每時每刻主與我同在，主佢嘅恩典夠我用，佢一直都看顧住我嘅需要。呢個係一個好寶貴、好實在嘅知道，讓我能夠勇敢嘅去行上每一步。無論你有冇信仰，如果呢一刻你感到一個人行得孤單無力，我鼓勵你可以跟我一齊做呢個咁簡單嘅禱告。主耶穌，幫助我嘅主一直都睇住我，同我一齊。佢同樣都一路係睇住你，同你一齊。